主后2023年11月2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听主上帝所听的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以赛亚书30章17节到31章第9节。你看，上主本身对真远的所在来，伊的受气亲像猛烈的火跌倒，亲像密密的烟冲悬。伊的嘴唇充满愤怒，伊的舌亲像在吞灭的火，伊的喙亲像中到颔管的溪水。伊要用毁灭的刣仔刣列国，用要甲姜斗伫因的喙，甲因拖去死亡的地。毋过恁上帝的子民要唱歌，亲像做期的暗暝在庆祝，心内欢喜，分品仔上上主的山，上到以色列的石盘遐。上主要互人听到伊威严的声，互人看到伊刑罚的手骨，有极大的受气，吞灭的火焰，有彻雷、暴风，甲亲像石头的冰炮。亚述人会因为上主的声惊吓，因为伊会用管仔拍因。上主每一遍用刑罚的管甲因讲，伊的子民拢会弹琴拍鼓配合。伫征战的时，伊会出手甲因交战。多菲德已经为着亚述王准备好势，迄所在的火窟深搁阔，内面有火甲真济木材。上主的气亲像灼烧的硫磺，要甲木材点倒。惨啊！遐个落去埃及求帮赞的人，因瓦靠马，瓦靠真济战车，瓦靠真强的马兵，因无爱仰望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嘛无要找求上主的帮赞。毋过上主有智慧，伊会降灾难，袂收回伊的话，会起来攻击歹人的家，对抗遐个帮赞做歹的人。埃及人不过是人，毋是上帝，因的马是血肉，毋是心灵。上主一个出手，帮赞的会跋倒，受帮赞的会倒落去，两边的人拢会做伙灭亡。上主有对我安尼讲：狮也是狮仔豚，为着伊的猎物吼，规阵牧者一窝来攻击伊的时，伊袂因为因的喊法着惊，袂因为因的喧哗走闪。亲像安尼，上主万军的统帅会落来锡安山的山顶作战，亲像天色得飞的鸟，安怎保护伊的囝？上主万军的统帅嘛要安尼保护耶路撒冷。伊要守护，要投放，要解救，要保守。以色列人啊，着悔改，归向恁所背逆的上主。伫迄日，逐个人要扫除金的偶像甲银的偶像，就是恁双手所做，抵到恁家己犯罪的偶像。亚述会死伫刀下，毋是因为人的刀造成的；亚述会互刀吞灭，毋是因为人的刀。因互刀剑追日逃走，因的少年人一定会做苦工。亚述王为惊吓烧羊，因的官长因为惊吓放杀军旗逃走，
上主安尼宣布：上主伫锡安山有火，伫耶路撒冷有火炉。听主上帝所听的，先知以赛亚对犹大提出严厉的警告：惨啊！遐个落去埃及求帮赞的人，以赛亚讲甲有喙无烂，劝诫因爱倚靠上帝，因落尾还是选择找求埃及的帮赞。可见犹大人认为埃及是比上帝搁较厉害，因为安尼伫拄着困境的时，因选择依赖埃及邦代的军力、战马、战车甲步兵。检采咱会想讲，敢讲因袂记得祖先捌伫埃及做奴隶，是上帝甲因对埃及拯救出来。伫出埃及的过程中，以色列人见证上帝比埃及搁较强大，以大能的手带领因脱离奴隶的生活。上主呼召摩西带领因出埃及，搁伫旷野中降吗哪供应因肉体的需要，搁互因喙焦就有水通啉，想要食肉就有盐泉通食，搁有分条血条日暝保守因。总是对今仔日的经文通看到，捌领受上帝保护的以色列后代子孙，已经袂记得上帝的拯救。当国家拄着危难，犹太人竟然选择回头倚靠歹欺压因的埃及。假使是你，你会安怎做呢？以赛亚领受上帝话讲，伫迄日，逐个人要扫除金的偶像甲银的偶像，就是恁双手所做，滴到恁家己犯罪的偶像。这是上帝爱人做的选择。安尼的选择是一种生命的更新变化。想要改变，就需要抌掉旧的老我即款的生命。所谓的老我性命，可能是咱已经习惯的生命样态，譬如讲倚靠家己、倚靠金银、倚靠聪明才智、倚靠人际关系来解决生活中所拄到的种种难题。假使咱互正个诚侪安全感的来源，那安尼咱会搁较学得单调心中所铸造这个偶像。上帝要互伊的子民知影，伊才是因唯一搁永远袂改变安全感来源。先知以赛亚甲犹太人讲，因上担心的亚述帝国得要灭亡，因为上帝会亲自对付亚述。因若想要倚靠人、倚靠刀剑，就无办法对付亚述。总是选择倚靠上帝，上帝要互因得胜，上帝要用伊的方法，互犹太知影，选择信靠伊的结果是轻松自在、安然搁胜利。当你拄着困难的时，你选择倚靠啥？当你拄着诱惑的时，你的选择是甚物？当你人生行到十字路口的时，你会选择要行伫倒一条路呢？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，只要诚实面对家己的软弱，坦然无惊来到上帝面前寻求帮赞，坚心倚靠上帝，咱就会明白什么是正确的方向，知影着对倒一个方向来前进。默想，伫现在的世代中，咱身躯边常常威胁着真侪恶势力，也是诱惑。
因会当轻易互人远离上帝。人生有真侪时阵需要做出选择，我愿意将主权交予上帝无？我愿意选择倚靠上帝无？伫现在的世代中，咱身躯边常常威胁着真侪恶势力，也是游戏，因会当轻易互人远离上帝。人生有真侪时阵需要做出选择，我愿意将主权交予上帝无？我愿意选择倚靠上帝无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当我用家己的想法来决定家己的人生要对倒一个方向行的时，求你的灵帮助我，互我勇敢定调家己所做的偶像，互我回转倚靠你，互我亲像朝圣者安尼，欢喜行伫你爱我行的道路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